团屋的路灯走得无高，东林乡下山村的总务货房相当于整洁，像看到昨天客家花布的施工司马走来走去，拍定岐山的白公园，不时的吊灯是的，神奇的画面，浑身乡的老人家笑到再度黑唔面。让他生气，然后再安慰他，然后后面会怎样子？会逗他，还有会帮他帮他善良。看到睇見來學愛未上好，因為愛覺得同學教愛上來學。聽嘛誰？聽嘛推轉誰？好，聽嘛誰？好，左邊。阿 K， 好，左邊。誰轉來？誰轉來？一群14邊嘅小朋友，係一個護士團嘅成員，愛學好教嘅大師切。我先練古馬鋪一條5歲的基本功。你要小菜，要只係啦，咩啊？要炸要中啊呀，炸要中啊，起碼撇下去，好撇嘅吞。除咗小朋友以外，一個護士團嘅成員，正然做嚟講係國寶級，最後生嘅一件60人食，最少一代40年。做成員都就專門看人搞啊，搞了啱就做嚟搞啊。anh ấy rằng quê họ có tiền nhà là cho hiểu sang những hắn ẩm xíu mua theo đủ theo bài mua tiền xì à anh chỉ bảo rằng ẩm xíu khoản sang á rồi chẳng họ cũng họ两三rồi cộng ấy打死họ khen50、130，啲和堂順康企好，古馬鋪技術室，做到動樂，表現來和觀眾南田搶田，開始打定入唔點樣嘅田法。本嚟都係停排多，一定要陸續嚟練習。就算30當3萬嘅打，看起來係真件係路嘅。根據新竹文獻會嘅記錄，上山村、下山村出面編織係新竹業大頭燈，下山村係新竹業嘅重要國策，一搶有身體練好，漳州嘅保護，一個搶有全國3年嘅狀態，出tan講有4條絲。嗰陣時廣福校係叫長福月灘，同埋啲漳福月灘，係望福月灘，係個天福月灘啦。有4團嘅，但是都係下山村嘅大戶人家，尤其係倉屋，係佢早啲150年前來到下山村開墾，啲啊飛鳳山內下建立咗幾百年歷史嘅倉屋祠堂。後擺呢個工廠哈，最多先有5方人哈，有一方是有20人噻，所以5方加要有100沙的來打，所以後擺呢會非常鬧熱哈。按他嘅家畜，又有按多嘅家產，係佢事業練武嚟吃飽。古時倉屋搶嘅師傅開始密團練武，一張有嘅下山4條絲。剛開始上場嘅師傅是愛理會。嗰個北部就天鳥行到5位牌照㗎喎。偷白嚟講嗬，咁講係嚟到中頭嗬，佢大部分是有練武嘅習慣，因為講嗬偷白你看要當到盜匪嗬，但係嗰度土匪或者搶劫。好減山啊！譬如說是有嗰種犯人會出來當人頭特別有好容易咯，行人上站銘刻械鬥所以為了呢個問題特將客家莊人佢全部為練武。就算喺呢度防身，武器天作喺嚟到哪一度？上海仔爆火嘅也係煙筒，
都做咗變作致命嘅武器。三陽下就解決起嚟跳擺人啊，三陽下少就人半人水入去咯。三陽下咗半人水下。係啊，兩三下少冇人玩嘅，嗌啲跳擺人做唔得咯，同人講人見大見到人咯。溜冰圈吼，佢主要嘅功能哦是講有強烈的攻擊性啊，佢摸是睇講偷擺溜冰圈去摸寒天物嘅武器咧，彈棍那都未做得，槍桿那都未做得，石頭那都未做得用，佢主要是講要把對方擊倒。第二本書嘅新竹當前武術，面向面正，乃都有武幹，不過到一下武幹就見消失咧。講到武術，但是也係上到中南部地區。佢所以我一般會工業學發達，下輩學之後學到農業，肯係到咧，肯係見農業為重，肯之後到漢人學打，學冇工廠嗰啲話，我啲等個人學到工廠學，專門是沒有辦法，肯係是會爛談的。發展當地嘅圖書法，半下山村嘅四條線都一下搶傳到中國有固定練習。不過中國嘅武術團也講緊佢哋嘅唔好，未來也可能連練習嘅場地都請唔到。各地區以外，唔講喺山多少線啦。湘西就係先湘西人幾少，學冇按到嘅場所，但係啲莊下人特別莊下會所合法啊。因為下山村有部分被劃作先做保育計劃範圍度，大量嘅土地會被其他人徵收，同時有其他嘅農村重劃嘅地，下一擺無邊無順嘅田都會起得一棟棟嘅大樓。經過5年、10年以後啊，一部分嘅劃到咧保育計劃嘅部分啊，嗬，所以咧全部農地啊是會變成到建地，全部會起開了。無田就無農民，一個因為農村長有嘅武術，因為無為佢嘅精神，故說下山村嘅武術團也唔啲限咗啲繼續打擊球。